好啦，咁啊，歡迎大家收睇我哋賭博研究所啊，咁啊，繼續同大家嚟到講翻嚟緊2025年10月30號星期四沙田賽馬嘅賽事啊。嗱，咁啊，今次我哋呢個系列啦，就叫做單區一槍過，咁啊，同大家買翻兩隻馬匹嘅。咁啊，至於今次我哋買到嘅場合呢，就會係呢一場嘅第七場啦。嗱，呢一場第七場就係我哋嘅3班1200米泥地嘅賽事嚟嘅。嗱咁啊，大家望翻今場馬先啦。咁啊，今場馬咧跑泥地，咁啊都有成12隻馬去到跑嘅，咁啊都相當多馬嘅場合噶啦，咁啊而喺呢一場馬上面，咁啊到底我哋會買到邊兩隻咧？嗱，其實今場最主要嚟講啦，我都想搏懶啦，去到試一試翻啲懶馬今場即使就係話買兩隻都好啦，我都想試下搏懶因為始終我覺得咧泥地咧比較多未知之數所以咧都係話喺博懶嗰個方向咧嚟到去買馬嘅咁而至於今次我哋買到嘅懶馬係邊一隻咧？嗱，其實我買到嘅懶馬咧，我就會買底下呢啲12號嘅赤壁包括阿田泰安嘅呢一隻劣檔排12檔嘅赤壁去到買。嗱，呢啲咁嘅赤壁咧，其實本來就已經係一啲懶馬嚟噶啦。如果你睇佢最近嗰啲賠率的話咧，你都會瞓得到咧。呢隻馬咧，其實係今季咧72倍啦、49倍嗰啲你計埋上季都74倍啊、215倍啊咁樣過百倍啦嗱呢隻馬咧，其實你記得到佢擠到爛去到最近，即使放到田泰安上去，即使係靚檔3檔都係咁爛嘅情況下即係話真係爛得咁交關嘅馬，點解我哋都仍然去到選擇佢咧？個原因就係因為啦，我覺得呢隻赤壁咧，雖然就係話我哋成日做啲懶馬啦咁成日都係話好有賠率咁樣啦，係嘛望落就好似冇機會咁樣啦，但係咧其實佢個能力方面咧，我覺得實際上係唔差，因為你睇佢啲績啦，佢啲績其實都叫做越嚟越進步噶啦上季2場跑嗰啲第14，漸漸跑到最近用田泰安咧，都叫做能夠跑到第4翻嚟，其實叫做成績係好咗好鬼死多噶，係嘛最近係能夠跑到第4叫做係跑近咯。大家睇翻上仗佢呢啲谷草1200、300點跑，係3檔就係隻赤壁田泰安去度跑嘅呢度呢一隻紅衫紅帽紅色箭嘴指住咗，大家睇翻10點跑啦。嗱，呢赤壁咧，你記得到佢出閘咧都叫做正常嘅，係嘛出閘正常啦，留下咧就留喺啲大約6、7位左右嘅位置嚟到跑嘅。咁樣跑有冇問題咧？基本上都冇問題啦，係嘛？因為能夠貼住條欄慳翻住嚟到去跑，咁其實跑草到呢即係谷草呢啲1200米都叫做着數啊嘛，係嘛？唔會係話唔着數啊嘛所以佢一路埋欄跑，我覺得完全係話冇問題啦沿途仲要一路咁走啦，去到轉彎入直路搞咩啊？去到轉彎入直路都即刻揈出去咧，嚟到望空咧，去到再衝啦。你記得到咧呢隻馬咧，其實就係話咧有個位咧俾佢咧嚟到去衝嘅。咁不過就係前面嗰隻馬咧片嚟片去，咁所以搞到呢隻赤壁咧都要左片右片。本來諗住喺呢度出啦，臨尾都走翻入去嘅。臨尾叫做係話有啲細啦，係嘛最終就係話跑到個第4翻嚟，叫做係表現唔差啦。我覺得佢好明顯就係話放啲田泰安上去咧就好咗啲嘅。甚至係話今季佢個表現咧就係話好咗啲嗱，咁啱啦。如果今季呢隻馬個表現有進步的話，嚟緊呢一場咧，我覺得可以去到博爛些時佢啦。點解咁講咧？因為呢隻赤壁咧，其實如果你有留意佢海外即係外地嘅時候嗰啲績的話咧，你會發現得到佢其實喺澳洲啦係贏緊嗰啲大爛地即係話呢隻馬跑爛地仲好，而呢啲爛地啦學莫雷拉話齋，跑親外國嘅爛地9成都係話會喺沙田嘅泥地係啱跑嘅咁所以既然佢喺外國澳洲嘅大爛地跑得到贏得到，我覺得佢喺泥地即係嚟緊跑沙田嘅泥地都啱跑呢啲莫雷拉教噶，係嘛莫雷拉講嘅所以我信莫雷拉呢隻馬今次真係走到去跑泥地，我覺得可以值得嚟到試試。泥地1200、3番沙田，其實真係啱佢跑。
上仗你望得到跑1200佢啱跑，不過上次就係谷草對比起佢外國嗰啲大爛地，擺明就係泥地好啲啦嚇。咁所以今次跑沙田泥地1200啱晒，咁啊跑3班咩叫輕磅啊？其實我相信佢幾好跑啊，其實係幾好發揮嘅。仲要就係話呢隻馬咧，其實上仗賽前佢已經試過課習㗎啦。10月9號試咗課泥閘1200，田膽親自同佢試，赤壁係喺呢課習入面跑第一嘅，泥閘佢係第一嘅，係嘛？擺頭走佢係跑第一嘅，所以咧，我相信呢隻馬真係啱跑泥地，甚至係話泥地跑得好好添。啊，田膽亦都試過佢啦，亦都知啦。啊，所以嚟緊呢一場我咪報泥地咯，佢跑翻咯。啊，咁所以呢啲馬其實值得博覽一試嘅。雖然就話排住個劣檔12檔去度跑，望落好似冇乜機會咁，但係我覺得又唔係咁睇。啊，劣檔咪換賠率咯，係嘛？呢啲馬係話有賠率先至着數，先至睇博噶嘛。咁啊，更何況就係話呢隻馬你睇得到佢，喂，上仗都叫做係話留咗後少少，而又跑得好啊，係嘛？即係話佢留後啱跑。咁啊，最近試就擺前走，亦都係話喂，放頭識贏啦，係嘛？放頭又識跑。咁啊，嚟緊呢一場擺頭走嘅馬又唔算係話真係好多，咁啊12檔去搶出嚟跑，其實都唔係話咁難嘅啫，係嘛？搶出嚟跑其實都有個機會嘅，就睇下田打安到時臨尾點樣發揮啦。我哋信翻騎師，信翻田打安啦。咁啊，睇下佢再騎呢隻赤壁會唔會有一個更好嘅表現，能夠就係話拋架啦，甚至係話贏馬啦。咁啊，呢隻馬都打埋黃牌出擊嘅，啊，咁啊隨時保重。所以今場馬我哋會揀到馬匹第一隻啊，就係揀翻呢隻10月嘅赤壁先咯。好啦，咁啊講完今場馬我哋第一隻會揀到馬匹之後啦，就嚟到講埋我哋第二隻會選擇到嘅馬匹啦。嗱，我哋第二隻會揀到嘅馬揀邊隻咧？我揀嘅咧就會係呢隻籌嘅天天灑落啦。點解揀佢咧？原因好簡單嘅啫，就係因為你天天灑落咧，其實真係勁。我覺得佢跑短途其實好叻嘅呢隻馬啊，尤其是係跑泥地。泥地呢隻馬咧，其實就係話啊贏過2次，上季24-25年5月18號贏過泥地1200米4班1次啦，去到今季咧潘頓再騎佢咧跑呢個泥地1200米4班咧，佢又再贏噶啦。啊，咁啊呢啲馬咧跑短途係話唔差啊，短途係泥地。你睇翻佢上仗點跑，其實呢隻天天灑落咧啊，咁啊講緊係話排5檔啦，啊5檔出閘係極快。呢度咧就係佢638冇紅色箭嘴指住咗，大家睇翻熟練跑啦。嗱，呢啲馬咧出閘好快嘅，你睇得到啊，咁啊騎幾步就已經係話順利擺到前嚟到去走噶啦。即使上仗多馬咧，對於佢嚟講都冇乜影響。上仗5-6隻馬喺度搶，天天灑落完全冇影響，照樣可以放喺前面走，自己放係嘛？啊，出面都有馬搞佢噶，啊不過喂冇所謂噶，啊有馬搞佢照樣係話點咧？啊喂自己一隻放咯，係嘛？佢都唔驚出面嗰啲馬，佢話啊我俾多2步我自己放啊，我理覺得你仲要放放得晒，基本上後面嗰啲馬都好難追噶啦，係嘛？啊係好難追噶。好少馬係追到上嚟嘅，你記得到啊？咁啊比較強嗰啲啦，開心5月嗰啲咪追到上嚟咯，係嘛？咁但係臨尾你記得到都追唔切嘅，係嘛？啊出面嗰啲日日漲都追唔切嘅，臨尾啊天天灑落仍然係話能夠贏到馬，跑到個第一翻嚟嘅，所以都證明得到呢隻天天灑落嗰個實力嘅咯，係嘛？啊俾咁多咁強勁嘅馬去到追，係嘛？咁啊佢哋都追唔到，啊開心5月。勁嘅喎呢啲係嘛？你記得到9月28號跑完再出人哋保重嘅，係嘛？犀利啦呢啲馬啊，唔差啦，但係唔夠天天灑落去到跑啊！大家要清楚，一隻保重嘅馬係唔夠天天灑落跑，嚟緊都會再出。開心5月8號唔夠天天灑落去到跑啊！大家要記得啊！另外日日獎又係唔夠天天灑落去到跑啊！9月28號跑完呢一場，人哋再出又保重噶。係嘛？跑泥地排劣檔保重啊！啊，大家要清楚呢扎咁強實力嘅馬，全部都保重啊！啊，但係全部唔夠天天灑落跑，所以你話要計呢隻天天灑落係咪惡晒先？啊，基本上我覺得佢惡晒，跑泥地12004班佢惡晒啊！咁啊，潘頓贏嘅，潘頓好熟呢隻馬，雖然嚟緊唔係潘頓跑，潘頓做唔到磅啊，117磅唔啱潘頓去度跑，搞到騎
騎唔到，換咗潘明輝，但我覺得換潘明輝都可以，仍然繼續去到試翻啊，因為始終呢啲馬有實力，孭佢翻嚟都唔出奇，係嘛？排二檔靚檔，相信佢又幾好發揮。今次仲要孭輕磅117，其實係着數噶，打埋黃牌出擊，我覺得隨時贏完再贏，即使升班都好，贏完再贏。因為你睇下佢啲試習真係靚到嘔啊！呢隻馬其實係好有狀態。10月17號佢再由潘明輝試咗課習，天天灑落又係擺前嚟走，一放到底翻嚟，贏得超級輕鬆啊！所以我信呢隻馬個狀態啊，雖然換咗人的確係冇咁好噶啦，啊，但係冇辦法係嘛？潘頓做唔到榜，咁潘明輝是但咯，係嘛？潘明輝咯，反正呢啲馬擺頭走，你唔係唔識騎係嘛？啊！咁所以我覺得可以相信翻佢。第二隻好簡單話，我哋揀埋呢啲抽嘅天天灑落啦。啊，呢啲馬惡噶，跑贏過啊好多隻，再出係贏馬嘅馬匹噶，大家要清楚啊。咁所以我覺得可以相信翻呢隻馬，揀翻佢咯。好啦，咁啊講完今場馬，我哋會買到邊兩匹馬之後咧，就嚟到講我哋投注策略啦。咁啊，今次啦會買到嘅彩池咧，其實就會係連贏及位置 Q 嘅呢個彩池。用翻呢個彩池去買翻嚟啱先提及到嘅兩匹馬就可以啦。咁啊，今次就咁樣買。咁如果大家同你同路的話，咁都不妨試試喺嚟緊嘅度賽馬啦。希望大家贏錢，我祝大家贏多啲咯。今條片就嚟到呢度先。咁啊，大家記得 subscribe 撳鐘仔，仲有 like comment 同埋 share 我哋條 video。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